我係方國珊議員，亦都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啦。有幸今屆咧就多謝選民嘅支持入到立法會，其實已經係選咗第6次㗎啦。今次就真係當選。我自己亦都係消防安全工程師啦。我希望透過今次我哋社會一啲變動啦，我哋希望加強喺大廈維修同埋消防安全啦、建築物條例啊各方面嘅工作，希望能夠為市民咧係安居樂業。你最希望幫市民咧要解決嘅一啲頭號嘅社區難題係乜嘢咧？俾我入到嚟立法會，我嘅使命就係希望能夠將市民嘅聲音有效同埋更直接咁樣去帶入議會。喺交通啊、規劃發展嗰度咧，希望政府咧喺資源上咧係基建先行，鐵路嘅規劃完善系統，包括咧東九龍鐵路啦，同埋呢個將軍澳延線。東九龍鐵路咧係講咗10幾年嘅，我期望咧係可以由彩虹啊，再經四順啊，以至落到去寶達啊，一落到去馬油塘站之後咧，都要有支線落翻去康城、翠林，以至到寶林站，造成一條環迴鐵路。如果萬一港島或者東九龍嗰邊有啲交通鐵路嘅故障咧，佢可以有個逃生門俾我哋地區嘅市民。我相信咧香港嘅發展咧，無論喺創科或者生物科技啊，或者啲高端嘅產業裏邊咧，其實係機遇處處嘅。我期望青年人可以把握呢個機遇，令到自己能夠香港再出發。其實青年人好，我哋香港就會更加好。